你而家想睇佢病都難 touch wood。咩叫一家人啊？一個有病就全部都中晒㗎啦，係咯，一唔係就全部一齊中，一唔係就玩音樂椅，你中跟住到你 team A team B 咁樣。喂，呢樣嘢真係㗎喎。跟住咁先叫一家人啊嘛，咁就一家人一齊食嘅啫。係啊，身為爸爸媽媽嘅，我哋免疫力強先。跟住小朋友有咩嘅時候，我哋都盡量都令佢免疫力強，因為佢喺呢段期間咧，佢多病痛咧，其實你都唔好覺得係一件壞事。我坦白講，我仔細個咧都係成日病嘅，即係嘅可能一個月都有1、2次啊發燒啊、咳啊，總之淋淋滲滲㗎啦，唔等要由佢過啊！你而家想睇佢病都難 touch 佢 touch 佢。當然啦，都係有服用我哋嘅體，但係當你免疫力強咧，你有時可能 feel 到喉嚨有少少。確確地啦，好，對到爆太咁要傾落去先，即刻 prevent 一下。很多時候你給一些藥物啊，什麼啊，他們連喝都不想喝的，這個他們是跟你要，我真的坦白說，而且對他有幫助的。如果你看到他有什麼不舒服啊，有什麼症狀出現了，immuno 跟他咁樣傾，你弄給他，他是喜歡喝，這個是我們做爸爸媽媽的最不用煩的一件事情。